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欢迎你再度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首先呢，先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和金曲奖，对我得奖了，对对，因为我们之前录音的时候是在金曲奖之前哦，然后呢，其实这当中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那得奖的那一刻，我在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谢谢所有在不同地方为我加油、为我掌声的每一个人。我把这个奖跟所有为我掌声、为我加油的人分享，好，也包含听我的节目的你吼。对，那么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当然很开心，真的很开心，然后也很感动。我觉得一个创作人、一个歌手，然后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肯定，那么吴念真导演曾经留了一段话给我，在我的我的脸书上面，他说：“那之前的尴尬，之前的冷板凳，或之前的点点滴滴，那些也就过去了，也就没事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祝福哦。那也谢谢大家给我的祝福，然后也把这份开心的荣耀跟所有听我节目为我喝彩的你分享。今天我们在这一集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一个单集要跟你分享关于夜晚的声音。好，那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试着你可以考虑戴上耳机。我今天要给你听很多的夜晚的声音呢，你戴起耳机来以后呢，你会更加的有 feel。同时呢，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你喜欢我的单集，欢迎你可以在你自己的收听平台底下帮我按5颗星的评分。同时你可以留言给我，你也可以上钢琴诗人王俊杰，你进到我的粉丝页来，我每一集都会有一则贴文，然后你可以在我贴文底下留言，跟我分享你的各式各样的心情。夜晚啊，夜晚对大家来说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扣掉视觉啦，扣掉视觉，因为视觉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一出生就眼睛看不见。那扣掉视觉以外，你会有什么样一些特殊的感觉吗？我觉得不同的季节的夜晚的 feel 啊，其实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冬天的夜晚，还有夏天的夜晚，春天、秋天都有蛮大的差异。还有雨天，还有那种阴天，真的都有很大的差异。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跟大家分享好了，比如说天气很晴朗的时候，那个夜晚啊，你会听到很遥远很遥远的声音，因为空气中间没有遮蔽嘛，那个可以听到遥远的程度啊，很难跟大家说明，因为到底多远，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那个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啊，那天气超好的，我曾经在半夜3、4点的时候，天快亮的时候，我住在淡水，我住的是市区，淡水的市区，然后我听到了不知道有多远的地方传来的鸡叫声。是公鸡的叫声，也就是说，不知道在我家多远多远以外的地方啊，有人养了公鸡。那我还曾经在一样是夏天，然后天气很好的晚上，然后半夜1、2点的时候，因为我大概都是1、2点睡觉，然后我听到了什么，你知道吗？我听到了夜莺的声音，暗公叫，真的，我没有骗你。我一开始还想说我以为那是什么什么东西坏掉的，呜呜，我想是有人在施工吗？还是怎么回事？结果又听很久真的是夜莺的声音。然后可能那时候是台风结束以后的几天隔1、2天听见的，所以我在猜啊，会不会是因为台风的关系，然后
让那个附近小山上淡水有一些小山嘛的夜莺啊，不小心跑来陆地上，所以就听到的那个呜呜，我学的还蛮像夜莺的声音。对，那很小声，不大声，但是就是持续着，而且只有那一只这样子。好，所以夜晚真的其实没有太安静我们都想说万籁俱寂夜晚夜深了以后啊，如果没有车子啊，好像很安静。其实我跟大家分享夜晚其实一点都不安静，夜晚有好多声音比如说我们住在城市，我们的房子都很紧密的，大家靠得很近嘛。那你知道在夜里，你如果晚上啊，你开着冷气睡觉，我就没办法大概就都是冷气声了但是如果那个水泥隔间水泥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共振你会听到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其实你也不一定知道是哪一户，你会以为是你家楼上，其实常常不是，因为水泥那个共振啊，一共振可以很远，搞不好是隔壁你联动的隔壁的楼上都有可能。然后呢，我还听过那个有人在开水龙头在洗澡的声音，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只听到那个哇啦啦啦啦啦，我想说什么东西在共振啊。后来我听到那个莲蓬头放下的声音，我就说有人在洗澡。然后夜里啊，很多你白天没听见的声音你都会听见，比如说如果你没有吹冷气睡觉，然后你打开窗户，你会听到很多大楼或很多房子的那个抽水马达的声音，还会听到家家户户冷气的声音，然后还会听到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的马达的声音，或不知道是什么，不太确定是什么的声音。我要说的是，其实夜晚的声音真的很多很多，一点都不安静。那如果你是在乡下长大的你在农村长大的或者你的居住环境周围是有一些有自然环境，比如说有田有稻田有公园有树什么，那你晚上还会真的听到更多的声音。好，那我先来给你听一个夜晚的声音这个是比较热闹的，这个是热闹的夜晚的声音，然后你猜猜看这是大概多晚的时候。从这个声音画面里面，你可以知道我站在马路旁，这是一条小街道上面。那你听听看，这大概是什么时候？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戴着耳机的话，你应该会觉得这画面非常的逼真，然后那个车子就很贴近的从你面前经过。对，我站在街角，如果你耳朵够好的话，你已经听到远处有一个提供你很明确讯息的声音。你有没有听到遥远的地方呢？有垃圾车的声音远远的传来，然后呢，离我们比较近的地方，好像有人在剁东西。旁边你听到那个扣扣扣的声音呢，它是在收资源回收。好，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应该这样拼图起来以后，你大概可以猜到了。对，这个是大概在晚上7点多，还不到8点时候的夜晚那我待的这个地方呢，正好就是一个街道旁那在一个转角处，所以会有两边来有从街头那边来的车，也有从另外一边转出来的车子，正好都靠得很近，这样子，可以让你好好的来感受一段这样的气氛所以这时候都是人们还在觅食的声音，有没有听到剁东西的声音？
垃圾车的声音后，有听到的吧？好，这就是在夜里都要暗时的时阵，这个生活的画面吼。那接着呢，也许我们还会经历很多种可能的夜晚。那坐在都会里面的人呢，你的夜晚大概马路上还是车水马龙，但你进到巷子里面呢，你会有时候有一种好玩的 feel， 就是你依然听到那个很遥远有车水马龙的声音，可是它有一个结界，好像就离你有一段距离。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你去逛街了。是的，这就是在逛街。那你猜猜看，在逛哪里？然后你觉得我是在行进间，还是静止不动？你透过声音来猜猜看。OK， 如果你戴着耳机，你大概从声音的画面和相位的移动中，你已经猜到了，我是在移动中，没错。所以呢，这个是在逛夜市，感觉一下。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得出来一些细节哈？有人是穿着拖鞋，然后有人是穿着高跟鞋，还有人手上有拿伞，那边咔咔敲地板的声音。好，然后你现在听到咔咔咔咔的不断持续的咔，这是我在打手仗的声音，这就是我一个人逛夜市。对，其实还蛮好玩的，有没有觉得？好，这也是夜晚的一种样子吼。最近疫情慢慢趋缓了，是不是大家也会比较肯出去逛夜市呢？不知道，我已经有大概对，我从疫情一开始到现在，我都没有再逛过夜市。这是夜晚的另一种样貌，这个样貌呢，也许会一路到11、2点都有可能，对不对？当然到假日的时候呢，这样子的样貌会可能在士林夜市的话，或者在大一点的夜市的话，可能更晚哦。然后在夜里啊，其实如果去便利商店里面坐一坐吼，或在便利商店门口啊站一段时间呢，其实也很好玩。你会听到很多人讲故事哦，你会听到很多人说心事，你会听到很多有趣的对话，或那个对话包含可能有一个人拿着手机在讲电话，可能呢你在便利商店里面随便找一个位置坐下来，然后隔壁有人在聊天，还有听到店员跟客人之间的对话，都蛮有意思的。甚至有时候你是在路上走，那个有时候会有路边摊啊。海产店啊，这2年比较没有，但以前常常会，就是可能那个在户外啊，就坐着在那边喝酒聊天，有时候你就会不小心听到一些故事。无钱拢烧掉，市内有钱的，不拢已经有炸炸。80分钟起来嘛，打起来做无，因为拢全部有炸。唔是讲一支烧到好诶，烧到好，回来了最冲的拢有炸。歹势吼，我就是目睭无看吼，耳仔特别好。摕龙机输的轮机乱行的时阵啊，无张地的听到这个故事啊。伊咧讲的故事就是他简单说意思，他跟他朋友在喝酒啊，在路边呐。那个因为有些店就是会在路边也摆几张桌子嘛，在7楼底下，他就这大概是这样子的环境啊。然后他就讲说，他老板有多衰呢？他就是标会然后收了现款，然后就放在抽屉里面啊。隔天呢？正好遇到火灾
啊，遇到火灾啊，然后结果啊80几万全部烧了，然后烧的呢一塌糊涂的时候，水又一淋下去啊，鬼用油起，那些钱就不见了。这也是在夜晚的时候听到的声音，其实蛮有意思的，真的蛮有意思的吼。然后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旁边有很多店家，吃东西的地方这样子。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也许我们尤其是在都会里面待久的人呢、我们特别会有一种向往，就是呢，你好想要能够在乡村里面啊，然后在那个没有光害呀、没有车水马龙的地方啊，不要有这些时不时就经过的车声啊，像现在这样子的、所以它跟我们有一点距离，可是你还是会觉得它很吵，对不对？那所以你常常可能会想要能够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声音，拥有一个这样的环境，但那样子的美好夜晚，那样子的地方，你觉得它一定非常非常安静吗？我跟你说，其实那样的地方啊，它未必有比较安静哦。那接下来我要让你听到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地方它发生的地点是在花莲，在花莲够安静了吧？对，这是我好朋友原住民歌手阿怒的家。这个夜晚呢，它长这个样子。你听得到有一点滴滴答答的声音，那是小雨滴，就滴在那个石头地板上，不是水泥哦，是石头地板上，所以这样咚咚咚咚咚咚，然后远处有一个咕咕，那个是那个牛蛙，应该是牛蛙的，然后旁边就一两只虫的声音，这声音算是舒服的啦吼，但它会持续一个晚上哦，快要天亮的时候，或天即将亮的时候才会停哦。那你睡觉就会是这样的一个声音陪着你睡觉。然后你如果戴着耳机还继续戴着的话，你会听到嗡，那个是风吹过我那个数位录音机麦克风的声音。这算是还蛮有气氛，蛮算浪漫的夜晚，对吧？不知道你的耳朵听着这些声音呢，你有没有办法做一点浪漫的想象哦？就是这个风大概有多大，从那个这样呼呼这样吹过去啊，你有没有办法想象那个风大概有多大？画面一变，开始有不一样的动物加入了，你看。这还蛮浪漫的吼，想象一下，如果你晚上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你就可以猜想，也许就是不用吹冷气，然后风很舒服，那你就听着这样的声音过了一个晚上。不晓得你有没有办法好好睡觉？这个我可以哦，但是其实我也不确定对，因为这个声音还其实蛮吵的，它嘎嘎嘎嘎嘎，然后嘎嘎，这个声音其实并没有太舒适所以可能未必听得会很好睡觉哦。但是我知道有一种人很厉害，他就是有声没声，也没声差，他就是说睡就可以睡。其实因为我从小啊就是用听觉啊，然后用声音啊，在感知这个世界，在感受这个世界的许许多多的变化所以啊，我一直都能够很明确的感觉到白天跟夜晚有很多声音上的不同，然后声音里给了很多很多的画面讯息对我来说都很有意思。那我常常觉得
不一样的那些夜晚的声音，可以带给我很多的想象，给我很多很多的好玩的一些 idea 这样子哦。所以我要在自己的节目里面做另外一个植入行销，对，就是常在夜里面啊听着广播，像小时候啊念书，然后听着夜晚的广播，甚至于是广播小说，然后听着节目里面的主持人的陪伴，然后我们可能继续在 K 书，那时候考五专啊要干嘛，甚至于有时候是在一个人发呆等等等。那些夜晚的记忆跟广播的声音带给自己很多很多的陪伴跟回忆。跟很多人聊天也发现很多人都是如此哦。那大家都知道，我常年有一群伙伴，我们一起在做一个叫做黑暗声音剧场的，就是我跟一群一样是视障的朋友，我们做一个全黑的空间，然后在这个空间里面呢，我们把大家来看表演的人带入全黑的环境里面。那在里面呢，我们透过除了眼睛以外的所有动态，来让大家感知这个世界你不同角度的看法和感觉。然后那时候你就会透过你的嗅觉啊、你的听觉啊、你的触觉，还有你的心，感受到很多平常你已经在感受的东西的重新再现。那个再现跟你平常用眼睛看的是很不一样的哦。那这个是黑暗声音剧场但是因为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常常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而且因为这样的一个活动一次能够容纳的人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因为有限它不适合那种大型可能600-700人、上千人的方式，因为这样会不够贴切，那就会那个感受力会差一点。因为我们是让所有表演人都在环境里面，没有真正的舞台，而是在所有观众的周围。那今年在8月的时候呢，我将跟我的团队在高雄和三语书店合作，再办一场连续3场2天3场这样子的演出。那去年其实我们也办过连续2天3场的演出，得到很大的回响。所以到时候啊，大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欢迎你来感受黑暗的魅力那你会听到像刚刚听到这么样有临场感，这么样好像就离你很近很近的一切生活的样子，还听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和好听的音乐。那我在内页里面也会 po 上我们的资讯给大家那同时呢，我们还是觉得说这样子的那个触及度太低了。那去年疫情的正严重，我们大家都在居家的时候啊，我跟我的伙伴们，我们就突然间有一个 idea， 就是因为我们都听广播长大，然后听广播剧，然后我们也听电视，然后爱听电影，然后就觉得我们能不能自己也来玩一个用广播，然后做的很像电影或很像电视，用声音的戏剧，但是不要那么广播剧，就是说，把我们的角度听到的那种电影的感觉或电视的感觉，我们自己来写剧本，然后我们自己来写歌，然后跟大家分享，然后来演绎一场戏，演绎一个故事。所以呢，今天在节目的最后要跟你推荐我跟我的伙伴黑势力乐坊我们做的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就爱黑势力。那我们的第一个作品呢，是我们推出1季13集的广播音乐剧这广播音乐剧的形式呢，就是用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我们耳朵听到电影的感觉，那种很逼真的声音画面，然后我们听到的戏剧的那种很做收音超好的戏剧画面，我们想要自己写剧本，透过广播音乐剧不好意思音乐剧的方式呢，来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呈现。所以我们做了一部戏叫做《亲爱的夜没你想的那么黑》。你说今夜的星星很美，你说今晚的月是皎洁，其实我只想看着你的脸。
那么现在你所听到的就是《亲爱的夜没你想的那么黑》这一个广播音乐剧的主题曲，就叫做《亲爱的夜没你想的那么黑》，那就是由我的伙伴黑势力乐坊的团员们他们所共同演唱的吼。那这个故事呢，我从2位不同环境成长的视障者，后天视障的视障者，并不是先天视障，他们曾经有视力，曾经看过这个世界，在他们即将成年的时候呢，他们被宣布即将失去视力，然后他们经历了一段日子，慢慢的失去视力，然后用几十年的人生来感受全黑的世界，然后他们身边的朋友，他们所遇见的人所发生的故事，然后每个人在夜里有许多的心情，那些心情是怎么一回事？在夜晚，他感受到了这世界上好多好多的点点滴滴的故事。什么事都觉得浪漫一点，其实我只想要好好的睡，睡着之后什么都无所谓。那么这也是我自己第一次尝试完整的写剧本，完整我自己写剧本，然后我自己写歌，我自己编曲，我当制作人。对，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它才刚上架，我也想把这样一个频道推荐给你，然后欢迎大家可以来用听的，听见画面，听见很特别的故事。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一首《亲爱的夜没你想的那么黑》，同时也邀请你可以订阅我跟我的伙伴另外创的一个 Podcast 频道，就叫做就爱黑势力，然后呢来听我们所创作的故事。好哦，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这个时候很热很热很热，大家要多喝水，然后好好照顾自己，希望我们很快就可以爬爬照，到处去玩。我是王俊杰，我们下次见。想睡不能睡，你知道思念容易让人心碎。亲爱的，别怪我多嘴，一个人的生活其实也很美。可是我就想要买醉，喝醉了什么事都觉得浪漫一点。其实我只想要好好的睡，睡着之后什么都无所谓。嘿，亲爱的，夜其实没那么黑。你看今夜的天空，真的很美。或许现在觉得有点累，别想太多，别放不掉。嘿，亲爱的，夜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黑。你说天空的星星很美，你看天空的月色皎洁，今